名字啊，有拉铁粉哦，他们有卖拉铁粉的衣服，欢迎大家穿拉铁的衣服到部落里面，让老人家惊叹一下这个阶级从哪里来的。他们组是这样子哦，就是按照年龄阶层，他会一级一级的，男生哦就一级，5年他组为一个单位这样。